在雪中悍刀行中，徐凤年从不会武功的纨绔子弟到纵横江湖的一代宗师，这个过程中换过不少的武器，而经过他手的无疑不是神兵利器。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徐凤年都拥有过哪些神兵呢？第6个过河卒，这件神兵其实是江府丁所使用的，在上阴学宫的兵器榜中也是排行前10的存在。但是在徐凤年第3次游历的时候，跟江府丁进行了一场对战，当时徐凤年就从江府丁的手中拿到了这把过河卒。这把刀是不输给南华刀的斧刀，不过大多数的时候，徐凤年并未使用过这把过河卒，毕竟他的飞剑和春雷刀就足够在对战中使用了，可能更多的是给徐凤年交代了一个对战江府丁的结局吧。毕竟过河卒这把刀对于江府丁而言十分的重要。第5个春秋，这把剑最开始的时候是徐凤年打算送给李成钢或者邓太阿的回礼，毕竟这俩人一位教了他很多的武学，另一位更是直接送了他12柄飞剑。春秋是由西蜀的齐铁匠制作而成的，徐凤年以西蜀复国作为了交易定金，获得了这把春秋。不过之后李成钢身死，邓太阿则是根本用不到春秋，一把太阿剑就足以让邓太阿无人能敌。而后来徐凤年便想将要春秋赠给温华，圆了他成为天下第一剑客的愿望。但是在温华知晓了黄三甲的阴谋之后，便自废武功离开了江湖，所以春秋最后也未能够被温华使用。不过春秋最后的作用还是很大的，在对战寒雕寺的时候，被身在无地城的随蝎谷万里借剑送寒雕寺去死了。当然这是原著中春秋剑的结局，剧版中并没有这个情节。下面这个便是南宫仆夜的兵器了。第4个春雷，春雷原本是南宫仆夜的一把刀，跟秀东是一对双刀。秀东刀长3尺2寸，重量有着10斤9两，而春雷刀长2尺4寸，重1斤3两，并且春雷刀是最为锋利的，吹毛断发。在徐凤年刚开始练刀的时候，小巧锋利的春雷刀其实是更适合徐凤年所使用的。而南宫仆夜也因为徐凤年带他进入听朝阁的缘故，将春雷借给了徐凤年。最后南宫仆夜也未将这把刀要回去，毕竟结局中徐凤年的人都是他的了，春雷刀又算得上是什么呀？而春雷也算是徐凤年用的次数最多的一把武器，毕竟小巧耐用。在多次游历江湖的时候，徐凤年对敌所用的就是这把春雷，即使是最后的2蟒大战中，他依旧是使用的春雷刀，足以看出这把刀在徐凤年心中的地位了。第3个飞剑12支，12柄飞剑则是在东海五帝城中的时候，老舅邓太阿所送给徐凤年的神兵。在当时邓太阿刚出场的时候，就用其中的6把飞剑斩杀了五帝城6个武奴。飞剑的名称分别为玄甲、青梅、竹马、朝露、春水、桃花、峨眉、朱雀、黄铜、皮符、金缕和太阿，并且邓太阿还嘱咐过徐凤年，飞剑1日不养，则往日功夫全废；3日不养，就如同了破铜烂铁。所以徐凤年便每日都用自己的精血为剑。在敦煌城的时候，首次剑台圆满，对战寒雕寺之时，被寒雕寺煮青梅、斩竹马、折桃花毁掉了3把。之后又是跟王仙芝和拓跋菩萨几次生死对战中，12柄飞剑折损大半，无法继续凑成一套了，所以徐凤年便筹备了新的9剑9柄来代替。这12柄飞剑也算是跟随了徐凤年很久的一段时间了，也算是继春雷刀后徐凤年对战时所经常使用的神兵利器了。第2个飞剑9柄，因为12柄飞剑的损坏，徐凤年便打算重新制作一套飞剑。毕竟飞剑对于徐凤年来讲，也算是在危难关头中的一大杀器了。所以在清凉山的后山中，徐凤年找到了墨家大将，重新打造出了这一套飞剑。此时徐凤年的武道已经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，所以在墨家大将打造这套飞剑的时候，分别和徐凤年的几种剑意融合了起来，成为了更为适合徐凤年的一套飞剑。而9柄飞剑的名字分别为丰都、以辰、杜鱼、水晶、老焦、美鬓、雅趣、野狐和羊齿。这9柄飞剑相对于之前的12柄而言，跟徐凤年本身的剑意更为契合，也是当初多次温养12飞剑时所感悟出来的，算是继承了那12柄飞剑，然后融合自身的武学，再度提升的一个神兵了。第1个大梁龙雀，这是吴素从吴家剑种中带出的名剑。在徐凤年前往青城山见到赵玉台之后，赵玉台就将这把大梁龙雀交给了徐凤年。
年。这把剑曾经跟随吴素和徐骁征战沙场，早已成为了天下知名的名剑。不过虽然是徐凤年的东西，但是他也从未使用过这把大梁龙阙，而是在跟江离分别的时候送给了江离，作为了定情信物。因为这把剑一直都是吴素所使用，所以手持大梁龙阙者就是北凉士兵们所承认的王妃。无论江离是不是徐凤年的正室，他才是被那北凉将士们所认可的王妃。而之后大梁龙阙也就一直留在了江离的身边。虽然江离成就了女子剑仙，但大梁龙阙却很少被他用来杀敌，也算是将这把神兵给没落了下去吧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你还知道徐凤年拥有过哪些神兵呢？欢迎在下方留言互动。最后走之前不要忘记关注乐风啊！